教書可以好辛苦，但係編寫教案唔應該種困難。我係 EdCafe AI 嘅 Sarah， 今日我會帶你一步步睇下點樣用 EdCafe AI 嘅教案規劃功能去生成一份教案，幫你嘅時間減壓，仲可以攞到一份度身訂造嘅教案。咁如果你想喺 EdCafe AI 度整你嘅教案，咁 Create New 之後再撳 Lesson Plan 就得啦。咁呢度咧會見到咧，你可以根據任何主題、文章、網頁或者你手頭上嘅文件去生成一份教案啦。不過咧，其實你只要有少少資料都可以用嚟生成教案。如果我哋呢度打古埃及，然後嘅 Generate， 你就會見到一份完整嘅教案會自動幫你整好。你有你嘅主題，有冇教學目標，仲有你可能需要嘅教材同資源。之後就係成份教案嘅重點內容，你會見到有大部分嘅開場部分，唔同嘅練習活動，仲有結尾嘅材料，最後仲有唔同嘅評估同反思。如果你想改下呢份教案，或者想令佢更加貼合你自己班房，其實你隨時可以返去加咗額外指示。為咗示範呢樣嘢，不如我哋而家試下上載一份文件。你睇當中好多人可能都有啲文件傳底，好似 PDF 格式嘅教科書章節咁，你可以用嗰啲文件啦。咁我而家手頭上有一份關於海洋環流嘅章節，我哋想根據呢份文件嘅整一份教案，所以用呢份文件，我哋可以即刻上載嘅，然後用佢哋生成我哋嘅教案。上載完之後，我哋就可以再加咗額外指示。呢度係一個好好嘅地方，可以寫低你學生嘅年齡，仲有任何你想加落堂嘅其他資料，令到成個教案更加貼合你自己嘅需要。例如，我哋可以寫低想要嘅小組項目嘅建議，仲有為唔同類型學生設計嘅分層活動。最後，我哋都要確保有一份小測可以喺堂尾用嚟評估學生。咁最後你都可以加埋學校或者州份需要嘅其他標準，之後仲可以改輸出語言，然後就可以生成啦。今次生成嘅時候，除咗會見到學習目標之外，你仲會見到列出咗標準，同埋佢哋點樣同你嘅課堂內容有關聯。之後你可以慢慢向下睇埋其他部分，你會見到我哋要求嘅分層活動都喺度，包括咗我哋最後小測需要用到佢嘅問題。如果你發現想對呢個教案作出任何更改，你可以好似編輯其他文件咁，直接開始編輯呢份文件。咁所以你可以隨時更改格式或者加減任何嘅資料。但係如果你覺得冇問題，就可以儲存呢份教案啦。當你儲存咗你嘅教案之後咧，佢會自動儲存喺 EdCafe 嘅資料庫入邊。咁樣你就可以隨時輕鬆揾翻你所有嘅資源。咁所以我哋可以選擇儲存去你嘅資料庫，或者係擺去你自己建立咗其他資料夾。當你儲存好資料夾之後，你就可以選擇分享你嘅教案，或者匯出成 Word 或者 Google 文件，發俾任何管理人員、家長或者學生。而家你嘅教案已經生成同儲存好，你可以無縫連接去 EdCafe AI 其他功能，例如製作配合教案嘅生字卡，或者將教案複製去小測功能，令小測變得互動同可以分享俾學生。記得睇埋其他教學影片，了解更多，等 EdCafe AI 幫你實現你嘅教學理念。